大家好，教授好，又翻到嚟我對談嗰個教授，招呼先。MM 你好，各位網友們大家好。大家好，教授。之前咧講一路話講翻中國啦，嗱我講翻一個比較硬淨嘅信息先。王毅外長咧就喺聯合國嘅場合就講咗一句就話台灣啊，講緊中國台灣省啊係台灣唯一嘅稱號，呢一句非常之有標，對於我哋嚟講當然非常之開心啦。咁但係對於國際之間好似有啲聲音就亂講嘢，係，所以你會睇到嗰個 Yahoo 就會引述所謂台灣嘅外事嘅東西，就係話中國大陸就扭曲呢個講法等等。嗱，佢當然可以講好多唔同嘅東西，但係佢哋忘記咗一個問題，就係究竟邊個講嘅説話先至更有說服力？特別係中國，我哋應該講就話中華人民共和國響聯合國通過1971年10月25日嘅2758公佈之後達成嘅一個基本上冇人可以找到任何理由啊，可以講話唔係基本上係絕對冇找唔到任何理由話唔存在嘅東西，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唯一嘅一個國家唯一一個國家政權去代表中國，而世上只有一個中國等等。而另外咧就係美國自己嘅國家檔案館入邊所有嘅記錄，佢而家唔可以燒佢嘅，亦都提咗同樣嘅東西。我哋都不下兩三次，我哋響自己嘅頻道，以至我睇到其他一啲有正義感嘅西方媒體都反覆地提呢個事實㗎。所以台灣省嘅所謂外事部門要講什麼扭曲嘅東西咧，只不過係可以話以卵擊石，係冇意思嘅。聽唔聽到啊？聽到，繼續。冇啊，我就係話喺咁嘅形勢之下，我哋會覺得整個而家中國台灣省某啲聲音發出嚟嘅咧，只不過係佢哋有一種俾人睇到嘅垂死掙扎或者死雞撐飯蓋，可能比較適合啲。嗱，俾陣時間你有咩？好少嘅嘢先，某部分嘅台灣媒體，我都唔知當唔當咩媒體啦，話係美國國務院講嘅，咦？但係我又揾唔到美國國務院講乜嘢喎？咁我覺得得啖笑啦。咁其實美國會唔會喺呢個場合咁樣出聲咧？又不過起碼一樣嘢，就某啲記者咧就好中意扣毛，咁而我哋嘅外長王毅咧就真係好強地、好強硬地、好清晰地講咗一個事實出嚟。咁同時間咧亦都見到咧，今次即係去針對呢一個消息去炒作嘅媒體咧，真係寥寥可數。你知啦，以前咧一有呢咁嘅消息出嚟咧，有好多嘅啲簡單一句USA 中意嘅支持嘅媒體就中意大家一齊和發聲噶嘛，好似冇乜喎，係咪真係生咗水喉咧？係咪啊？就算澳洲呢一邊都係只有一篇報道就講台灣岌岌可危啦，我哋要做啲乜嘢啊？咁你望下入邊咧就冇任何方案提出嚟嘅。咁所以個情況咧就係正如啱啱你頭先講，台灣省入邊啲人要個別嘅人唔係講所有嘅人，講好個別嘅人咧，無論佢想去做任何東西咧，當前都俾人睇到係一個做字嘅啫，死雞撐飯蓋係一個非常之貼切嘅形容詞啊！所以個問題就係未來所有話要去中國台灣海峽自由航行嘅船隻咧，
佢哋應該好知道佢哋係入咗中國嘅海域入邊，因為王毅講嘅中國台灣省同埋中國台灣省嘅台灣海峽，以至到中國大陸嗰邊整體地嚟講，當台灣喺國際形勢上面，以至到聯合國嘅2758公佈入邊都確認咗呢個身份嘅時候，台灣海峽就係中國嘅內海，英文咧就喺個國際海洋法入邊嘅 domestic water。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所有嘅船隻入去中國嘅海域入邊，都係侵犯咗中國嘅主權，除非事先獲得中國嘅同意。當然，商船不在此例，但係所有嘅軍艦佢都要做呢個報備。如果中國反對，佢就唔可以入得去。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關鍵。而台灣當前嘅執政者，佢哋好清晰地知道呢個現狀，呢個現象啊，已經被王毅講咗嗰句説話之後確認落嚟㗎。因為王毅係中國嘅對外嘅發言人啊，喺咁嘅形勢之下咧，加埋頭先 你講媒體嘅嗰種自律報導咧，台灣應該台灣省啊嘅嗰啲領導啊，就應該好清晰地知道係時候迷途知返㗎啦，仲唔迷途知返咧？嗱，情況會唔會出現一啲大家估唔到嘅情況咧？嗱，我又會覺得可能性相當高啊！俾緊時間你唉，咁啊，老實講啊，嗱，我哋講咗幾次話諗住講呢個今日應該閉幕啦。咁啊，不過啱啱閉幕咧，就正式公布嘅消息咧，暫時未太多出嚟。但係我哋用另一個角度去睇睇件事，點解我哋中國今日係可以做到咁好，或者又咁講啊？點解我哋中國用咗咁短嘅時間，即係改革開放到而家40零年啦，都可以由一個一窮白嘅狀態去到今時今日，即係講君唔君治先啦。我哋淨係講喺經濟上面嗰個大國，定係識攞我哋中國嚟解咧？嗱，仲要慘到就係佢得把口噏啫，噏完之後都做唔到啲乜嘢喎？點解咧？咁啊，某程度上因為出邊咧有講法就係佢哋中意打二佬，而家都不存在打二佬嘅情況，因為如果你按一個好客觀嘅睇，根本我哋中國已經超越咗美喺好多方面上。至於你點樣去慳點樣去計算，我覺得喺我哋中國已經唔重要。點解咁講咧？我哋頭先都講過一樣嘢，就中國係一路真係諗住做好自己，又唔係需要同你美國爭啲乜嘢。簡單嗰句，今時今日中國每一年都仲係維持唔差狀態，係要爭啊，都係你美國爭中國噶啦，都未輪到我哋爭你嘢，係咪咁講啊？所以某程度上因為中國根本上唔需要搞乜嘢打咩手。咁但係我哋睇翻啦，翻嚟，其實教授你對世界嘅局勢相對上比我認識清楚。你覺得或者以你認知，橫觀全球190幾個國家，有邊一個國家嘅政治制度好似我哋中國而家嘅，即係起碼有呢個兩會制度咁認真咁有系統，亦都係咁有效率地去做？好，全球193個國家喺聯合國，只有中國係咁樣做。咁你當呢193個學生唔係國家，而只有一個學生，除咗每日做足功課之外，每晚翻屋企都溫習，睇下今日學習嘅東西有咩唔對路嘅，然之後咧就聽日去改善佢。然之後每一年去到3月，就將過去整一年，即係話由去年嘅2月底到今年嘅3月初發生嘅自己做過嘅所有嘅功課，邊都做得好，邊都做得唔好，做得好嘅點樣去更加做得好，做得唔好嘅
要點樣改進，揾咩補習先生或者揾咩課外嘅東西嚟去做嘢。嗱，呢個學生就叫做中國。咁而呢個學生咧，40年來一路咁去追趕，用呢個方法每一年去更新改良自己做嘅行錯嘅方向。大家比對一下今天嘅中國，相對於1949年之後嗰10年啊，到1949、1959嗰段時間，中國發生嘅大大小小嘅什麼三反五反啊、土改啊等等，所引致嘅社會問題，以至到不安，後來到文化大革命等等咧，都係做得唔好嘅。咁但係呢啲做得唔好嘅就一次之後就不斷去改進改良嘅，亦都因為係咁嘅時候咧，同樣用學生學習不斷去改進更新，而去咧對自己提高自己嘅認知能力，我哋所謂自強不息。咁樣嘅做嘢嘅方式就係透過兩會，而呢個兩會本身咧就係翻到屋企家長溫習功課啦，咁啊再重新睇晒成年嘅發展，有啲咩要做啊，啲咩唔好做啊等等。咁啊唔係一個人喎，係5000幾人一齊坐埋喺度，而呢5000幾人咧，每一個係嚟自中國核心基層，以至到相關嘅專業。換句話講，係通通透透地咧，係把成個國家要做嘅東西翻箱倒籠抄晒出嚟，好與唔好一齊做晒佢。而另外咧就係整體發展鋪天蓋地去配合，一找到好嘅方向，一齊去邁進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咁樣嘅集體意志同埋國家意志嘅中國，你任何一個國家點同佢比咧？亦都因為係咁，我就一直都覺得係咪？就等於我哋嗰日同阿姐姐講，好希望香港嘅年青人啊，嘥多啲時間，係好煩㗎，好悶㗎嗰啲文字嘅東西，但係留心睇睇佢。當你冇聽過我哋講嘅呢啲事情，你去圖書館抄翻就過去嗰10年啊，比對一下中國兩會每一年講嘅東西，第2年係點樣去實踐，點樣去做成，點樣能夠達到每一年咧嗰個 GDP 國民生產總值咧都係有增加。換句話講咧，到而家為止仍然係可以有非常大嘅信心達到明年係5%嘅。嗱，千祈唔好以為以10年之前係兩位數字，點解而家得單位咧？大家我哋而家要清楚地記得，而家我哋嘅體量大咗好多噶啦，所以咧你好難再有2位數字，能夠做到5位，能夠做到5%咧，已經相當不錯嘅。嗱，我俾陣時間你咩？用另一個角度去講啦，10年、20年嘅時候，我哋中國有雙位數嘅增長。第一原因我哋當時嗰個經濟基數比較低嘅，對，所以變咗佢增長可以有雙位數。因為點解？當其時，的確中國係有經濟體量係細嘅，咁變咗嚟講咧，比對全世界咧有非常之大嘅數字增長咧。你唔好話好容易，起碼叫做比較合理，因為我哋要追趕全。但係而家唔係，而家我哋已經喺即係跟我大衛丁講啦，差唔多已經做緊實。其實行得太快都冇意義，因為已經好快啦。喺咁大經濟體量底下，冇可能咁快嘅。後邊嗰啲點算啊？唔好咁啦，後邊嗰啲而家好多開緊倒車㗎已經。咁啊，所以喺我哋即係我正如頭先講，而家我哋中國我哋睇到自己最緊要係乜嘢？係睇到要照顧下我哋嘅燈咧。正如今年嘅一個專題，其中一個專題咧講乜嘢？係講緊要搞好社會嘅工作，係嘛？預住咩一老一少牽動呢個朝夕幸福，一飯一菜，我哋已經去緊一啲好細微嘅事，再唔需要話好似對咁大家一齊要，甚至乎我哋亦都咁講啦。近年有一個叫做農村包圍城市係咪？
係啊，我哋嘅步伐已經都要好似以前咁一味要去衝啊！我哋可以做一個，即係你知道，其實西方以前有錢啦，你可以悠遊啲去生活。但係問題，我哋嘅中國嘅模式、中國嘅思維，所謂嘅悠遊嘅生活，唔係講自己，我哋係成個社會點樣去進發、去演，你點樣去奉行個金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嘅說話。咁喺而家嘅世界環境底下，好似你喂唔係喎，你點解你哋科技又發展咁快啊？你個軍事又發展咁快啊？點解你同我講呢個青山綠水嘅咧？大家諗諗，世界係真係眯埋眼不斷地開發就用咧？咁但係如果原來我哋中國喺短短10年間、10零年間已經幾乎可以話掌握咗，或者我哋叫完成咗我哋嘅碳達峰嘅目標。係啊，而且北京嘅霧霾完全解決晒啊！呢個先至驚人。大家記得2008年奧運之前，要將啲嗰個應該係首鋼啊搬出北京啊嘛，搞掂晒嗰個霧霾天氣。但係而家都原則上每日都有非常之蔚藍色嘅天空，即係話空氣嘅清新程度咧就已經達標啦。所以係好嚇，Emma 你講先。所以其實喺某程度上嚟講咧，我哋中國而家速地去將我哋嘅步伐咧，我哋唔係停，係好清做個地球好好咁做個睇落去好10年20年，歐洲好美國好講就講一個 Covid， 個個話我投降啦，我唔玩啦，即係你其實睇到好笑係咪？係，但係問題就係而家美國又有一個州嘅法官話要中國賠償我 Covid 係中國搞出嚟嘅喎，佢忘記咗阿薩克斯教授，即係阿 Jeffrey Sachs 響歐洲嗰邊都提醒大家，有可能美國就係呢個新冠病毒呢個發源地都唔定，但問題就係話絕對唔會係中國。所以個問題就係響當前呢個世界認知開始覺醒嘅時候，更加多嘅事情咧會出現嘅。呢啲出現咗之後嘅事情，點樣去處理咧？相信暫時嚟講，亦都非常之有可能咧，係由全球南方嘅國家推舉中國出嚟，去帶領呢個世界去處理呢啲問題，亦都回應咗頭先阿 M 你講咧，就話中國其實喺相當多嘅層面上面已經係超越咗美國，帶領緊世界。而美國亦都因為佢過去呢差唔多10年啦嚟緊做出嚟嘅所作所為嘅行為，令到佢自己從神壇上面跌咗落嚟啊！呢個神壇當然佢自己起㗎啦，咁但係問題神壇下邊邊個同佢撐住嘅咧？就唔同嘅國家幫佢撐住㗎嘛。亦都因為咁，我哋睇到個別嘅國家咧，已經將自己撐住嗰個神壇下邊嗰個腳啊，就嗰個手褪咗出嚟，所以咧遲早上面嗰個就會跌落嚟㗎啦。咁所以問題就係幾時跌嘅啫，就俾緊時間你啊咩？哇！你個波加得咁快嘅嗱，跟住講先。咁樣講啦，如果我哋喺呢個角度咧，喂嗰個神壇幾時坦白一句，我哋國家嘅策略，即係國家嘅意願都未必想去跌嘅，只不過就係話喂大佬，大家合作咪得咯，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咪先？我都知你大鑊噶啦嚇，但係坐低慢慢傾。但係好多國家，喂，以為自己高高在上嗰度，你擒到咁高，你跌落嚟。對啊，所以個問題係佢哋中意擒到咁高，但係忘記咗咧，你擒到咁高，下邊一定要有人支撐你噶嘛。但係佢而家係逐個曾經支撐佢嘅盟友咧，佢都一一對付。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都睇唔通佢下一步想做乜嘢嘅喎。咁所以我又會覺得，似乎響
當前嘅形勢之下咧，我相信今次兩會入邊一啲會議入邊都提過呢一方面嘅問題，就係話對付美國應該更加準備多一啲嘅唔同嘅策略，以至到武器，啲武器唔一定係即係飛機大炮嘅，嚟擺喺個工具箱嗰度，隨時應對，精準同埋要快，即係話又要快，又要精，又要準，又要狠，而且令到對方必痛，咁先得嘅。咁所以咧，對方是否明白，只要同中國用一個對等、平等相待、互利共贏嘅方向一齊去做事情嘅時候咧，相信整個世界都期待有呢個局面出現嘅。唯一唔想呢種情況出現嘅，相信係嗰一啲一直抱住好似魯比奧之流嘅人，佢哋覺得從中必須反嗰種情況，咁就冇得救噶啦。咁冇得救嘅時候，我哋是否真係伸出援手去救佢咧？既然係冇得救噶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其實好矛盾嘅問題。但係呢個問題咧，我又覺得每一日都存在緊，我哋每一日都睇到喎，所以我就會覺得係咪未來有更加多嘅話題可以圍繞住呢一方面去講咧？話題多嘅，今日每年咧，即係每一屆嘅兩會開完之後咧，都會有咁又好特別嘅。不過嗱，作為今年都有多少嘅篇幅翻香港，登傾下呢個。好啊，好啊，多謝你 MM， 多謝教授，多謝。好，我哋再傾。好啊，拜拜。